財，恭喜發財！早晨啊，今日係大年初二，照例咧係要出門訪親嘅。Mary 姐祝大家喺每一次嘅相聚都充滿歡樂同埋溫馨。喺呢個咁充滿希望嘅日子裏邊，同親朋好友可以談談未來，祝大家新嘅一年都能夠夢想成真。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早晨啊，大家好，今日係新嘅一年，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成個祝大家身體健康。咁多位家人們，新年好 ！Mary 姐祝福大家新嘅一年，事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成個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合家安康。導演哥祝大家步步高升，馬到功成，新年快樂！屏幕前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好！喺新嘅一年，我祝大家家庭和和美美，父母身體健康，細路哥快高長大。仲有啊，事業蒸蒸日上，此後人生海闊天空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勝意。喂，新年流流，係咪想嗌交啊？